议员古木哈少因有其他的生涯规划，后一届并无参选寻求连任。伫最后一摆总决选，以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女篮球队开训为例，针对当中优秀有潜力的原住民代表，有一寡家庭经济困难，所以希望市府拟定原住民体育发展政策。特别伫人才培育顶面，包括培训期间的营养补助金，迄个是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安置，会当安心贡献因的体育专才，落来为台南打拼。我在这里要为我们台南市原住民的孩子，争取他在这个一路培训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所谓的原住民学童发展体育营养的补助金，因为他们常常3天2头就会出去比赛，不管是在台南县市还是在外县市，因为都会进行这个交流嘛。那可能一出去就1、2千块就要出去了。希望这些孩子将来呢，他们能够在这个他们自己的专业的领域当中，未来台南市针对国手或者是可能是在全国比赛或者在国际的比赛都有好成绩的，都能够。未来他们毕业之后能够回来台南。未来我们原住民的小朋友在培训过程中我们都会来补助他一些训练费，而且是长期性的。就只要他在集训，我们都愿意来这样做。专任教练的部分，就我现在希望的就是我们在地选手，然后留在我们台南市内，只要代表我们台南市参加全国性的比赛或是国际的比赛，有得到成绩的，我们希望留下来。议员会长嘛争取制定台市原住民族发展驻地条例草案，并召开公听会。而最后感性的个别强调，伊虽然离开议会，不过一棒接一棒，会持续为原住民族的权益来努力。台南新闻，军职杨顺怀采访报道。